今年年嚟到南投縣呢客家鄉親呢也有差唔多700萬生意，也算許多哦。年今年訪問呢係國民黨提名嘅南投縣長長線議，也係現任立委李明珍委員，您好。吴記者好，各位電視機的觀眾大家好。南投其實是台灣的中心，但其實它有一點邊陲，所以我看您的政見裡面其實也有很多，包括你之後要做的，還有之前做的，有蠻大部分是開通了什麼路這件事是對鄉親非常重要的，但是我們也很常看到是鄉親覺得我東西要運出去，或者外地人要進來，這個路的開通，但是南投的受限於地形很長。就是台風或者大雨，它就會受到影響。那在這個要維護生態環境跟產業，您還有什麼樣子的想法嗎？所以我是認為現在南投縣最重要的能夠吸引觀光客到南投這裡留園的是當地的觀光建設，一定要把它做好。那麼當地的觀光建設要把它推出去，一定要好的道路、暢通的道路、平坦的道路，讓大家來通行。所以，像目前我在計劃，要把我們國姓鄉推動4大一個觀光景點。那麼它目前呢，國姓鄉它產的到冬天呢就是草莓，草莓是國姓鄉的一個農特產。那麼種草莓到冬天呢，到過年那段時間啊，是我們國姓鄉我們客家人的一個大豐收。草莓收成之後啊，接着啦，就是梨白枇杷國姓鄉目前還有一個很好的咖啡，國姓咖啡非常的好喝，所以我未來就是要在我們國姓鄉，就是那個交流道國姓交流道下來他們有一個最高的駐足，那個景觀非常不錯那麼我準備在那邊嘛規劃一個。那我們國姓的農產市集，那我第二個目標就是像國姓鄉他們過去已經有30-40年的歷史就是他們有一個打石文化，拍石較早拍石打石文化。那麼肉米橋現在是國姓鄉一個歷史文化價值的一個橋所以這個橋我們一定要把它好好保護。所以呢，你就從那個農產市集，然後在打石文化園區。那麼打石文化園區就是很可惜的進出道路都非常的難行。現在我已經也積極的請我們第3河川局，還有關單位趕快把那一條進去的道路先把它做好。做好之後還要規劃停車場。你就這樣慢慢的進去看過去前人先人他們的辛苦，怎麼樣的創造過去的歷史，讓今天留下我們的古蹟，讓這些古蹟留給後人就去看它的歷史，這非常有意義。觀光是您很重要的一個主打的政見那南投其實我們也會發現說，其實還蠻多鄉親是住在我們剛剛提到交通蠻困難的地方，那或者說他們的不管住或者是他們的農業的地區，其實都蠻容易受到天災的影響。那其實有很多就是歷史下來，可能它的地的合法性或者是其實都會有問題。那這個您覺得以後要怎麼解決？像如果我這次當選縣長的話，我說中央對不切法令不修正的話，一直要把我們農民他們現在目前已經承租30幾年的，已經在這邊住了30幾年的土地你一定要強制把它收回，要把那房子拆掉，要把那水果砍掉。如果堅持這樣的話，甚至都把它移送法辦讓這些我們的這客家農友苦不堪言像這樣情形的話，他們以後要來砍果樹，要來拆房子我現在可以動用警察權保護這些我們這些農民讓中央逼着中央去修改你的法令。我們講到這次選舉其實南投縣好像是很難得，這次是1對1的。對。那這樣子1對1加上現在民調，其實算是蠻接近的狀況。那您覺得這次選困難處在哪裡？我過去選立委是在濁水溪縣的那麼另外烏溪縣的過去都沒有經營嘛那臨時就
提名之后才开始经营嘛。但是这经营几个月来啊，大概3个多月来啊，我是觉得有很大的起色了哈。像草屯镇民调也不输给他了哈，埔里啊，他是在地的哦，但是埔里啊也稍微领先了。领先对啊，但是现在一直到接近选举的时候啊，他会看你这个候选人，你所提出来的政见对当地有没有帮助哦，而不是在不断开空头支票，空头支票开那么多，我相信啊，那我们这些选民也不会去认同，也不会接受哦。像我举一个例子哦，像从雾峰要把捷运延到南投市啊。我在101年在立法院就已经向交通部争取啊，那么交通部都跟我说啊，你们地方政府可以筹到1000亿的经费吗？1000亿啊，在县政府来讲是10年不要花薪水不要支出光预算编下来就不要用节省10年还没有办法达到1000亿你说一个地方政府南投县的一个这么贫穷的一年税收只有42亿你说要到什么时候能够筹到1000亿我觉得这根本不可能，这根本不可能的事所以像这种因为那个部长跟我这么答复我都傻了中央补助有限都是你政府要花的钱像你看高雄市的高雄市现在捷运也做好了，但1年亏了20几亿那么高雄市想把这个烂摊子丢给中央中央说这是你们地方的，我怎么能够去接你们这个烂摊子所以这个捷运是要慎重来考量。但是另外有一种我是觉得胡志强他推动的这个非常好快捷巴士，快捷巴士不用花很多钱就可以从台中直接到我们南投来我是认为推动这个快捷巴士很快的1年就可以马上达成这个目标你那个捷运我相信10年20年还没有看到成效所以我是认为我们候选人所开出的支票要对选民负责所以不能乱开支票。所以我说现在马上我要积极争取跟台中市来争取合作，把这个捷运快捷巴士延长到南投草屯。